镜头来韩国2年一届的国防航太展览即马正在举办。会场内底上界显目的，就是南韩参考美国 F-35甲 F-22战机所研发的 KF-21战机。有专家就去算，讲韩国伫去年2022年因对外军售的金额有达到美金179亿。这是2023年8月，波兰举行后冷战时代上大规模的阅兵典礼。来自韩国的 K-2型主力战车嘛出现伫阅兵的行列之中。事实上，波兰会使讲是韩国军火出口的大客户之一。除了总数有1000架的战车出口甲授权生产了外，阁有超过200架的 K9型自走炮，嘛豆豆正做波兰陆军的主力。波兰为着强化东部边境的防卫，重新组成第18个机械化步兵师，并且按2023年开始配备韩国的 K-239多管的火箭，总数有到288架，比韩国家己在用的搁较侪。伫空军方面，韩国航太工业 KAI 出品的 F-A50轻型战机，波兰嘛是上大的海外买主。这寡重要外销军品，拢伫2023年度的航太国防展现身。 서울 RX는 항공우주와 방산기술의 현재와 미래를 한자리에서 볼 수 있는 국내 유일무이한 자리며 세계적인 관심을 끌고 있는 우리나라 산업이 더욱 도약할 기회이기도 합니다. 韩国的军火外销买主当然唔拿波兰，包括北约组织的土耳其、挪威等国，拢用买卖也是授权生产的方式，摕到K9自走炮等重要军备，原来 F-50战机。 甲 T-50高级教练机是以印尼、泰国、菲律宾等东协国家为主。另外，展览会场上显目的韩国后一代新战机 KF-21，外形和美国的 F-35和 F-22不假相像。除了采用和美军 F-18战机相像的子公司引引，航空电子和武器系统嘛袂少欧美厂商参与。上时阵，因为印尼嘛有投资研发计划。 所以未来印尼空军嘛会使用 KF-21新战机，讲是新闻自家人编译。